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evin。今期同大家介紹嘅呢個單位咧，就位於中山西區啊。呢個100平方3房2廁嘅戶型，全新嘅一個單位啊，啱啱放租。先嚟入門口呢邊俾大家睇睇。門口呢邊一樣係一個入花園喺呢一個位置嘅。仲有過翻人少少啲空間咧，就可以擺大家鞋櫃啦。飯廳呢邊嘅話咧，係擺咗張4人嘅長型餐台喺呢個位置嘅。入翻嚟廚房啦，廚房 U 型嘅間隔啦。咁呢邊配備咗台3門嘅雪櫃喺呢一個位置嘅。再嚟翻客廳，客廳呢邊嘅話咧，有一張長嘅梳化啦，有茶几同埋電視櫃，不過就冇配備到冷氣同埋呢個電視機嘅。洗衣機有一台全新嘅喺呢一度。出到嚟陽台呢邊啦，咁陽台呢邊嘅話咧係朝東南向嘅，可以望到屋苑嘅呢個花園啦。樓間距咧都比較闊，好舒服嘅。再睇翻陽台呢一邊，咁再去休息區睇睇啦。先嚟到咧就係呢個公共衛生間嘅位置。再嚟到呢邊第一個房間，咁房間呢邊嘅話咧，而家係吉咗喺度嘅。呢邊咧呢間房亦都係冇配備到冷氣啦，可以做一間書房去使用嘅。再嚟到呢邊第二個房間，呢邊係擺咗張5尺床喺度啦，有一個床頭櫃，3邊落床，隔離已經預留空間咧係擺衣櫃㗎啦。房間呢邊係可以望到花園嘅。最後就嚟到主人房呢一度啦，主人房呢一邊喺睡眠區呢度。睡眠區呢邊嘅話咧，就擺咗一張6尺床喺度，一樣有一個床頭櫃，同埋預留咗空間係擺衣櫃嘅，3邊落床。咁呢度一樣可以望到呢個花園嘅景觀啦。咁而家呢個全新嘅單位咧，業主放租就係2500一個月嘅。咁如果係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朋友話咧，可以 call 我攞更多嘅資料㗎，或者關注我，我會分享更多嘅樓盤資訊俾大家嘅。好啦，咁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，拜拜。